这钱，恩你献上我感谢。你为了我的罪，定是一世界，流出你宝血。为我，主我打来到，你是阮宝这钱，恩你献上我感谢。你对是哪个我，赢过世事款世，受死我命。主，我要高举你性命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这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的日子。今仔日伫咱的敬拜进前，咱将咱的焦点对准伫咱的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参加来祈祷，将咱即马所经历的代志，无论是痛苦、烦恼。也是即马当咧忧虑的事，咱全部拢交托伫咱的上帝面前。因为咱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，是为咱担重担、劳苦的上帝。咱若家己来担，咱就无法度成做一个清心的人，来到咱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这是我邀请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用祈祷。将咱的心、中心来对准咱的上帝，对准咱的主耶稣。咱三角用祈祷，甲主耶稣来三结的，甲上帝三结的，来领受对天来的福分。咱将咱家己全然专心仰望伫主的手中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了你，今仔日是一个得胜的日，今仔日是一个敬拜你的日。主啊，阮就带着一粒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主，你是阮宝座前。无论阮即马拄着啥物的境遇，是坎坷，是健康，还是家庭的问题，还是人际上的困难，还是经济上的困难，我们将一切搁再一摆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互阮今仔日的焦点来对准你，因为阮深知你是信实的神。我们三角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求你，互阮经历一个新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阿罗你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。我们将一切献上安尼祈祷，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名。这是咱嘛来献上咱阿罗的祈祷伫主的面前，咱要称颂主的名，直到永远。因为咱的主是至高至大的上帝，咱的主是。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，咱三角献上咱阿罗的上赞的祈祷，来伫主的面前。主啊，要阿罗你，我们逐天来称颂你的奇妙的作为，我们传扬你的救恩，来称颂你是至高的神，是独一的主宰。既然有惭愧的，拢伫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，才应将荣耀归乎你。主啊，我们过来尊敬你，因为你是创造主，你掌管宇宙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主宰。主啊，当阮阿罗你的时，一切对敌的捆绑、黑暗的权势，就被震动，恶者的作为要完全被消除。主啊，要阿罗你，因为是得胜的主，你掌管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你的名是大有能力。主啊，要呼求你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无煞。
主啊，我们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引带阮头前的路障，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你拢来替阮排除，你拢引带阮通过侪侪的考验，互阮引带阮来到你所应允的宝地迦南美地。主啊，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安尼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上时啊，邀请兄弟姊妹，这是咱向主来祈祷，咱将咱的罪全然摆咧伫主的面前。有时咱常常犯罪，毋过咱毋知，咱将咱知甲咱毋知的罪，全然拢摆咧伫主的面前，求主的保护，洗清咱所有的罪，求主来赦免咱的罪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乐你，你是至圣至圣里面的主。阮谦卑承认阮的软弱，阮有罪沦陷，常常做歹，温暖心来行好，常常犯罪来离开你，浪费你赏赐伫阮心中的文书。主啊，总是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，恳求你教示阮，互阮知影阮的歹，洗清阮所有的罪过，互阮来进入你的恩典中间。行你的道路，求你的光，就照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引带阮。主，阮将阮的罪全然摆伫你的圣手，求你的保护来洗清阮所有的罪，互阮成做一个清洁无瑕疵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阮安尼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来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上时咱嘛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，求主兴起富强教会，互富强教会成做一间传福音、学习主样式，兄弟姊妹和睦相处，彼此接纳，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有听的教会，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，成做这个城市的祝福。咱嘛上时为着所有的长职、同工、牧师。团队每一位会友来祈祷，互咱逐位拢有一粒谦卑的心、顺服的灵，用心灵甲心实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来领受上帝所赐了的恩典。咱嘛为着富强教会逐个家庭献上咱的祈祷，求主来引带所有富强教会的家庭，拢行伫主的旨意中间，也为着病痛中。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，甚至是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，咱嘛献上咱的祈祷，求主来引带因头前的路障，求主的温柔、平安、喜乐赏赐伫因的中间，互因借着上帝来行出未来上帝所命定的道路。咱三角来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持续是阮属乎伫富强教会，互众兄弟姊妹心中充满了信心、听声、甲毋望。主啊，你互阮继承富强教会优良的传统，是一间充满上帝听的教会，人人正做基督精兵传福音，人人有备好家己来军队牧师追求同一的意向，遵守大使命。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，互阮伫生命中持续做福音的见证，传扬你奇妙的救恩。主啊，我嘛要感谢你，为着富强教会，呼召好的牧师团队来牧养阮，佮竞选一群愿意委身、乐意服侍的中职同工、专职同工，来完成教会所有的事工。主啊，求你赐了甘心服侍的心志伫因的心上，赐了下力伫因的中间。透过因的服侍，搁较来亲近你，搁较来渴慕你，搁求伊赐了无同款的恩赐伫因的心上，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，成做你的好管家。主啊，我们暂时为着富强教会所有的家庭来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带领富强教会所有的家庭，拢行伫主你所期盼的道路顶面。主啊，你的旨意明白。显明伫因的中间，
主啊妈，我也袂为着心灵忧伤、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求，求你怜悯看顾，你医治的信手就临到因的身上，互因早日来得到健康，也特别为着死丧亲人的家庭来祈祷，求主你赐了安慰伫因的中间，你的恩望也临到因的中间，亲自拭去因的目屎，正做因的瓦靠。主啊，们献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安尼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这是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咱嘛特别为着罗志明兄弟2场团讲的信心，甲所有的服侍同工献上咱的祈祷。同时，咱嘛感谢上帝，互咱伫顶礼拜顺利来完成咱新的长老甲执事长职的选举来顺利完成，咱嘛献上咱的祈祷，嘛为这新任的长职来献上祈祷，恳求主来引带因，主的信心甲因三角地带，互因伫加入新的团队的时阵，佫会当加添力量来跑走富强教会未来伫上帝国的时光、上帝国的道路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们献上咱的感谢，你的稳定时常充满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们为着富强教会未来一日的长职当中，来献上咱的祈祷，感谢你，互阮顺利来选出新的长老执事，互因来加入新的团队，来引带阮富强教会未来伫上帝国道路。主啊，互阮愈来来开力，哪来哪有异象来跑走上帝国的道路。主啊，要特别为着今仔日罗志明兄弟2场团讲的信息来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甲伊三角地带，你互伊嘴里所讲出的话，拢是对你遐来能力，对你遐来智慧，互伊讲出的话，互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无论伫现场还是线顶的，拢会当得到造就，得到祝福，甲得到希望。主啊，我也将所有的合适团工同工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来引带，互所有的服侍同工，咱服侍咱得到快乐，咱服侍咱甘甜。主啊，要恳求你信心，只是甲阮三角地带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来领受主对你遐来的智慧，对你遐来的能力甲稳定。互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拢来得到主你遐来祝福。我安尼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主，我要来到你的圣宝座前，主，我要献上我的感谢。哈利路亚。
只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就对座位中来起立，咱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天北稳定，所剩无尽，伫你引带咱头前的路站。无论咱即马拄着什么款的状况，主啊，你拢在引带，拢在带路。真正大。天拢无煞，为咱的生活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路对声认识，好天地拢共三家欢喜，一切甲因带，互咱稳定拢无煞。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对声认识，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。天地稳定正大，天地在大，无论风雨也阴天，地拢最大。阮的拢无煞，为咱的生活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对声认识，好天地拢总大家欢喜。直接到引带咱头前的路上，直接到引带，互咱稳定拢无煞。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对声认识，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，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，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。哈利路亚！用一切荣耀归乎咱天顶的父。何等稳定，何等稳定，降伫咱的心中，伫咱的心内，咱三角来学乐。用真实的心，降服伫你面前，开我心门。予我看见，应感阮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我对你来的温柔谦卑，用真实的心，降服伫
水，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阮地，你看过我，何等阮地，你都袂为我留，何等阮地，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，我的嘴要充满落。何等阮地，你看过我，何等阮地，你都袂为我留，何等阮地，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，我的嘴要充满落。你有所走，我所有捆绑；你有所走，我一切感动；你有所走，我心内弟兄，你的名牵伫大大人。主，你刷走阮所有的捆绑，刷走阮一切的重担。我所有捆绑，你有所走，我一切担当。你有所走，我心内弟兄，你的名牵伫大大人。何等阮地，你看过我，何等阮地，你都会为我留，何等阮地，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，我的嘴要充满落。何等阮地，你看过我，何等阮地，你都会为我留，何等阮地，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，我的嘴要充满落。用真实的心，降伏伫你面前，开我心目，予我看见，勇敢阮的心，领受生命我罪，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。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，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。这是咱三甲来用信息298首。